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厝边。今日突然发现自己可以讲中文。今天是隔了很久才重出江湖的这个深 V 转盘，耶！又出刚好，对，中出刚好啊对，你是毋是讲你要用台湾话甲大家介绍你家己啊？我去看来麦，来，大家安东，我是为全国时代来的李妈，好塔鲁，大家会使叫我阿英。好，阿英晚安啊，大家晚安啊，无咱来甲大家。还有在啥？小酒问者，拍招呼，伊头了去车晚安，佮有阿聪阿叔晚安，佮有楚人晚安，佮有阿良晚安，欢迎恁来。安，大家安东。咱是不是先啊？不对，整场都用台语，你是不是很有压力啊？会有一点啦。一点而已，是不是？一点点。所以我若甲你逼，你嘛是会使。嘛是听有啦，但是讲要讲较认真嘛，无啥物法度。这谦虚。哎呀，好了，没有了，我们就轻松来，反正我们也算蛮熟了，我们就就熟诶，就熟诶，轻松来的呵。对。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第一次看我们这个深 V 话题转盘呢？那跟大家讲一下，这深 V 话题转盘呢，就是会在转盘上放一些可能很深入的问题，然后就转到什么就聊什么，就像这样，对，唐突的开始了。阿英，请问你最难忘的一次失败是什么呢？大学考试考超烂，好普通。为什么？为什么会很难忘啊？它应该是对你来说有什么很特别的记忆点吗？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做的很好，但是却就因为就是情绪的关系，就是做的超烂，你就因为我那时候是有考数科的然后我那个状况，我当下又没有办法允许自己去重考，所以就是对所以会让你就是特别难忘的点，是因为不是因为你准备不够，是因为你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就是那种明明知道自己是可以做到更好的，但是真正该发挥的时候没有发挥到自己最好的程度，就是觉得很难忘。哇，怎么一开始就聊这个有点沉重，可能有点伤心的话题。你要转的耶！我没有想到我放了这个，对。没关系，我们先聊那个伤心的，等一下再聊开心的。希望里面有开心的。猫猫卡对，听说猫猫卡还是你推，是不是？丢。好，你要趁机就是发表一下什么那个吗？还是？不要啦，对，感觉有点失态。没关系啦。就因为猫猫可爱就是知识型的我蛮喜欢看知识型的人，就是分享一些事情的，然后我也很对啊，我也会关注他讲的一些议题。原来如此，陈火蛇算知识型吗？算啦。为什么要想那么久？听起来有点勉强哎。算啦是什么意思？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好，没关系啦。没有，就是因为太熟了，就知识型，好，算了，太熟了就没那个感觉，是不是？对。好，没有啦，我没有要逼迫来宾满足我的虚荣心啦，我就问问而已嘛，又不会怎么样。哎呦，你变问问哥了，从考哥进化成问问哥，只是进化吗？问问哥是怎样？那我问你是不是？好，那我想想我自己最难忘的一次失败，大学延毕，怎么都跟大学有关，哭啊！就不知道可能那时候会
我说的难忘就是啊，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难忘其实是潜意识的难忘，对，就是我自己平常不会一直想起来，可是我有时候好像只要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做梦就会一直梦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可能潜意识来说对我来说很难忘。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深层的内在还没有去好好的面对它，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哇，所以我应该也许啦 ，I don't know，maybe。我也不知道还是我应该寻求一点什么催眠之类的方式来解决它。对啊，真的有啊，真的有这个疗法，就是真的那个正统的心理治疗，不是什么民俗疗法哦，叫 NGH。NGH 这个我倒没听过，你可以搜一下。有道理，我马上来看看。而且我觉得好像在还是大学生的时候，那时候会觉得就是延毕了1年，就是进度晚了别人1年，就会觉得输人家很多的那个感觉，可能是因为那样子让我觉得，就对我来说那个是很强烈的。对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当 V 当一当，就发现哦，好啦，我已经输人家更多了，其实没有差这1年。对，真的，你也这样觉得？真的，就好了，随便，我就做自己呀，够健康就好啊，开心的就好了，不要那个了。啊，要比是比不完的，是不是？对啊，卖币啊。比跟想买嘛是，还有在啥？不知道，好像没有相关的俗语，对。想不到，但是对啊，比下去没完没了了。我想一下好像其实也就这样嘛，那也还好。我觉得还有另外其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但是我觉得那不算失败，那可能算还没成功。就是我有很想邀的联动对象，但是我已经邀了3次还是4次了，但他每次都 say no。对，但其实好像也还好，就是因为那个对象跟我的经营的内容其实也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只是单纯觉得这个人的人格魅力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所以很想找他合作。但其实我做的内容跟他做的内容还差蛮多的，对，所以我觉得本来成功几率就很低，然后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别执着。可是因为被拒绝了很多次，就会有一个莫名的执着出现了。一定啊，好奇怪啊。对，就是这样。这一个停损点吧，我想。停损点啊，倒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又有觉得适合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再去邀，但是没有就算了。对，好，那我看看啊，这题好像也还好嘛，也没有多尖锐嘛。有下一题更尖锐的，一定要吧？这个好像还蛮 peace 的，对，应该是不会吵起来。刚刚我先回答这个，换你先吧。好啊。下播后的休闲娱乐是什么？这题之前也转过，那我就想说，过了一阵子，可能我的生活会有点改变，所以可以再转一次。还真的耶，因为我最近都没在休闲。我灵魂拷问时间，你都没在休息，主播都没在休息。对啊，主播为了那个大家的观赏体验，为了让大家有节目可以看，这个鞠躬尽瘁。为了 entertain 大家。对啊，为了那个叫什么？为了取悦大家，还有甘口拢吞北来。对，我想想，不过对啊，我最近就是一直。这是蛮唐突的，但是我最近其实一直对自己的频道定位有点难决定，有点那叫什么？有点迷惘，就觉得好像应该比较 focus 在台语相关的内容，或是台语相关的企划，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因为我唱歌就是可能还不错，但不是最强的，所以我的主要经营的项目应该不包含出 cover。可是我觉得出 cover 好好玩哦，所以它现在是我的休闲娱乐，对。这样很好啊 ，Why not？是还不错啦，但是老实说呢，那个还是蛮有工作的感觉的，但是已经相对比较有在休闲娱乐的感觉。哇，那你是工作狂人欸。我觉得有一点因为我好像本来就有一点工作狂的
这个倾向，然后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嘛。对，就会觉得有一堆事情要做，然后不赶快做一做，就会很坐不住，很不安，所以就还是会起来工作。做不掉，困不好睡，因为感觉好像事情没有做完。对啊，然后就会良心不安呐、对，就是我还是有良心的，只是对。你还是有良心，好像讲的好像你平常没良心，什么意思啦？没有啊，我一直想要那个呈现一个那叫什么反派角色的气质，因为我感觉这样比较酷，但是好像没有，就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很逊，算了。好。反派角色，所以我的休闲娱乐就是出 cover。目前可能过几个月又换了，我也不知道。那你呢，阿莹？你下播后的休闲娱乐是什么？怎么了？没有啦，认真讲的话是看展览跟看电影啊。好文艺气息哦。有什么啊？陪小袜子玩。啊，哇！我的休闲娱乐没有包含陪我的猫玩呢，怎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猫平常就会来烦你了嘛。可能它不太爱理我，它比较喜欢家里的其他人。它最讨厌我，好像没有最讨厌我，但是没有多喜欢。对，非常可怜。我是说我对。所以你平常看展览是会有比较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展吗？我喜欢看那个文物展，但是现代艺术也会看呢，像是日本之前艺术家来台湾叫小松美羽，我就有去看。那个是在美术馆展的，那个是在画廊展的。哦，画廊跟美术馆差在哪？画廊是私有的，美术馆就是公立的。哦，至少我去过的是这样分啊。哦，原来。那画廊也是会收门票？有的会收，有的不收。哦，可以不收哦？那他怎么运作啊？就是周边商品啊。啊，原来哦，学到了。我比较少或者是那个艺术家的租金啊。哦，你是说他想要办展，然后他租这个场地，所以其实是展出的人付钱这样？对啊，然后策展也要费用啊。啊，原来。哦，好像有诶，我知道有一些人的那个叫什么，有一些人的休闲爱好，退休后的休闲活动就是画画，然后就会想要自己开展览，可能也是类似这样嘛。这个还有逛市集吧。但是现在穷到脱裤，所以就是不逛了。请问怕自己乱买。请问你会变穷是因为当 VTuber 吗？是。完了，太好了。坚定的选择是。好，秒选呢。不是，有一堆人在怀疑我的猫还在不在？不要怀疑，已经还在，已经什么？你很怪，你开始有反派角色了哦。继续，请继续。太好了，这是对我那个莫大的肯定，开心了。大家小心了，那个，我怎么按出我的那个？最近想去埃及之王法老展，我也想去。这个我也有些私人艺廊会以基金会的名义去申请艺文补助。对。是哦，可以哦，原来是也有补助这个方式。纯粹是有钱家长帮自己小孩开一个，让他增加人脉用。那确实啊，因为对有钱人来说，人脉蛮重要的。虽然我觉得我不有钱，但是对我来说，我有时候也觉得人脉蛮重要的。对，还是我们应该开一个什么 VTuber 画展，有用吗？感觉没有用。自己画的吗？还是别人画的？就是让那个 V 棚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放上来。你说你自己的吗？这感觉很像我偷大家的作品放在我的直播里耶，我在蹭大家流量。算了，你办一个实体展就不会啦。这感觉有意思哎，但是有一点难就对了。
啊，你进前毋是咧咖啡厅上班？啊，毋过我的咖啡厅就是敢若卖咖啡啊。我们那个咖啡很俗气啊，就是都是金钱的味道啊，就是金钱有什么不好吗？不好啊，因为那个不管赚多少钱，我都只是领基本工资啊，都不是我在赚，你知道吗？懂你的觉得不好了。我们的咖啡厅甚至有小费箱，但是那个小费箱的小费不会进到我们的口袋。啊！我第一次知道哎。对，非常的没良心，就是那个小费就是会有点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共财，就是共同财产，就是小费在那边，就是说什么之后如果它是一个班费的概念吗？啊，对啦，是这样没错，是这样没错。可是班费会算清楚啊，就是每个人放多少，然后用不完可能还会还你之类的。但是那个不是，那个就是钱放在那，然后说什么如果有员工旅游还是怎样的话，就会拿出来花。但是我都没去过。以前是没良心百货公司，你们是没良心咖啡厅呢？没良心，那个没良心百货公司有点久哎。我不是在我的台说我是爸爸了吗？是没错啦，是有说啦。有些咖啡厅或独立书店可以申请场地来策展，没有错。对对对，猫猫可爱，果然很懂，果然是有文艺气息。我是我的推。是我的腿，突然激动了，怎么会这样？我就怕我的那个齁，所以就是对。我觉得也没什么。幸好你这边那个我看不到大家的名字，就是账号名。哦，对，我没有装那个，有一些人会装一些小工具，可以看的比较那个。你居然不记得你推的那个哦？我记得啊，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是猫猫可爱？我想说有人说小时候看过，为什么要强调小时候？太过分了吧？好，那你刚刚说你还会看电影，最近有看到什么好电影吗？大萌大萌好看，好看啊，快到要目屎流哦。但好像不能讲太多，因为讲太多会变剧透，对不对？对啊，大家又要骂我们剧透了。那去看啦，看个预告也好。对，就这阮两个拢挂保证的吼，真正好看。爱去看，爱去看。好，下播后的休闲娱乐，你的很有文艺气息耶，感觉我觉得好像很多 VTuber 就是下播后的休闲娱乐都会要兼具这个补充谈资的功能。啊，不然无物件讲嘛是真。那个会被骂没有料没有啦，你有被骂过？是我自己内心会谴责自己啊，说我怎么都没话讲啊，会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我要求也是蛮高的，就是会觉得要有东西给大家看。对耶，大萌每周都会送不一样的特点呢。我没有拿到超难过，我带3个人去看，怎么不给我特点？你那个是发完了还是你没问他？不知道 I don't know， 可能是因为那个妹妹是实习生吧。你想说好啦，假日人很多，大家都要去看动物方程式，然后算了。是这样，后面再排队就不敢问了。对啊，就想说好啦。因为我这边的电影院就是只要你不主动问他，就是绝对不会给你特点。对，我不知道，可能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的做法那么抠搜。他可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可能他想说，就是有些人想要，有些人不想要啊，就是想要的人会自己开口，所以就留给想要的人吧，我猜的，我也不晓得。那家影城的话是都会自己给，我就想说那应该是没有吧，就走了。哇，想说可能发完了。对啊，发完了，没缘。也有人跟你一样不知道有特点可以拿，那看来不止你，好，至少你不孤单呢。无高端，你无高端。我本来还想说问你这礼拜的特点是什么，真的是问哥，没有啦，是真的在问。你可以问猫猫可爱。对啊，感觉猫猫可爱会知道那如果猫猫可爱知道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我应该是上礼拜看的，我记得上礼拜的不是我记得，就是上礼拜的是海报，非常酷的，好像是就是手绘风格，有一点那种
比较以前的电影海报的感觉，很酷。然后电影海报啊，我就是就是在大创发现一个看起来好像装得下就是电影海报的相框。然后之前啦，应该到现在都还有那个宫崎骏的修复上映嘛，我就为那些特点就是去看电影。结果半夜拆开来，然后要装的时候破防，就只装得下比较小张的其他的那个，我说Oh my god！ 后来怎么办？再去买一个其他相框？没有怎么办？就是用其他成堆的那个海报，就是替代。像我就挂在我后面是钢链的海报。只好放别张了这样。对。哇！拍写长途大叫，你就知道他多心碎了，他是真的心碎，真的破防。对呀，因为我的那个风之谷的海报，我真的很怕它就是被我摧残到坏掉就没办法挂出来，只能把它那个我的蓝色恐惧那个应该也塞得进去了。哇，蓝色恐惧，对啊，你就知道我多爱看电影了。这个感觉是怎么说呢？虽然我想想怎么讲比较好，就是蓝色恐惧好像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电影，对，很小众啊，有点小众。讲到电影，我一直很想分享，但是我一直没机会跟任何人分享。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追杀比尔》，你有看过《追杀比尔》吗？超爱，真的假的？哇，我们的电影品味也很接近耶，救命！就很帅啊，很帅，复仇片超级好看，很血腥啦。然后台湾人最近还有拍，就是他的那个模仿版，好厉害，有也是电影吗？没有，就应该是短片吧，但就是很厉害，他那个色调都一样，然后构图也一样，好酷哦，就是演员不一样而已。好酷哦，好酷哦！蝗虫海报真的好大张，对啊，超大张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个我就没有去看，所以而且每张都有不一样的序号哦。哇，这是什么收藏家会做的事？然后我其实最爱的是魔法公主，我是有拿就是两对，它一个是阿喜达卡，一个是小桑，然后它有夜光效果，是特殊工艺的，好炫哦！然后之前有人分享说买 IKEA 的什么什么大相框，可以把这两个组在一起，就不用去裱框了。真的对啊，可以吗？还是你没试过？我没试过，他们都还卷在一起，我会破防也是因为我也有试过那2张不行。今天是痛苦狸猫，怎么会这样？没关系啊。对啊，感觉也是收藏家耶。我收藏很多东西，真的。真的你还有收藏什么卡片类的吗？卡片有啊，矿石有啊，书也有啊。观众的头。那是你吧？我没有啦，我没有。观众的头是怎样？观众的头贴啦，我没讲完啦。观众的头贴，这我倒没有啦。我没有那么爱，没有爱观众到那种地步。还好，我还好。还好，你还算正常。对啊，列观众的头是什么意思？有人问头可以还你吗？不行。结果今天我好失控。有人想知道收藏家的什么妙妙收纳法好想知道收藏家有什么妙妙收纳法。感觉是问你，应该不是我。我不会自称收藏家，我会称我是囤物癖。太谦虚了。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买，就是最便宜的就是亚克力嘛，然后比较好一点就是玻璃柜。对啊。总之就是买一堆柜子，把它们装起来。对，不要让他们生灰尘，不管是你的公仔也好，或者是尤其是矿石啊，你就是最好是
能放在玻璃柜里面是最好，或者是亚克力柜，因为有的矿石它们真的会一直掉屑，因为温湿度的关系，还有硬度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放在就是开放的地方，就是你把它灰尘擦掉的时候，你其实把它屑擦掉了。对，其实就算你放在玻璃柜也是一样，它还是会一直掉。那是没办法的。对啊，像是废石跟天青石都蛮脆弱的。原来如此。我的天青石嘞，我好像有人给过我一个，但是好，对，我不是个收藏家，我没有在庙收纳。对，我都偷我弟的大画册布来放我的海报收藏，好聪明哦！希望有一天他会发现画册布少2本，很好笑可是这样，可是我在想，因为就是那种柜子不是装满了就要再买一个，所以其实就会不可避免的越叠越高嘛。对啊，所以要让场啊。我以为是堆满了就再买一间新房子，应该是没有那么有余裕。那我应该就不会来当 VTuber 啦。不对吧？不是太多钱才能当吗？因为越当越穷。好，我想想，是该下一题啦，感觉这题有点久。有点对，延伸太多了。哇，伊犁也晚安，不能让弟弟看到。就叫弟弟来看我的台啦。看我的台啦。对，也要看阿莹的台啦。对呀。好，那就是换一样问你咯。那请问你有没有试过什么生活习惯改变了你的生活品质呢？我想一下。好，那我也想一下。我什么生活习惯啊？感觉我也是有培养过一些习惯，只是突然要想的话，就要想一下。有啦，我本来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想做的事情很多的人，但是我本来没有，我也不知道本来是多久以前，但是我知道我以前就是一个没有在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的人，尤其是小时候，我小时候超级讨厌做任何类型的笔记的，对。但是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就是有意识到好像可以改变一下，然后我后来就是每天都会把我该做的事情写下来，而且就是其实有那种 APP， 我想想我用我这个叫 Todoist， 就是 To Do List。把 L 去掉，它就叫 Todoist， 就是有点像 To Do 的专家的感觉。然后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把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条列式的列点写下来，然后你还可以排说这件事情是哪一天要做，然后你还可以设定那个不同的优先程度。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蛮清楚的，而且它手机跟电脑就是可以同步。然后从那之后。就有更多事情做不完，没有啦，就至少我就每天可以看到有哪些事情该做，然后好像有让我做事比较有效率啦，我觉得是有改变我的生活品质，而且就是真的有把那个当天要做的事情都清空的时候，心情是蛮舒爽的，那个我觉得心情舒爽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可以安心的休息，我觉得真的是有提升我的生活品质。就是那个叫什么，透过小小的习惯，就是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对，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件事情就算小小的，但是其实累积起来，因为如果你每天这样做的话，你整个人对你的生活应该会比较有，就是你说掌控感，我觉得也是会让你更有信心，觉得我好像真的可以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熊熊励志起来了。对啊，我们怎么突然太好了。然后我回答啦，就是其实我要讲的跟你差不多。真的然后对，也是关于写东西下来，只是我是真的写下来。你是纸本的？对，是纸本的，但是是差不多睡前，然后是一个日本医生写的，他教的方法啦，就是给不安的你，然后就是他有提供很多种方法，就是去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他就是有提供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一件坏事4件好事的方法。你就在睡前写1件坏事，然后4件好事。因为他提出的理论其实就是说，你的内心糟糕的想法其实是可以人为主动去转化的，就是透过一些实际行动。对，然后我就觉得蛮有意思，我就有试了几天，就真的这个方法对我有效。有时候这种东西好像就是你试的第一个方法不一定对你有效，但好像真的多试几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对对对，它里面也有写说，不是你不一定要每个方法都试，你可以选适合自己的试就好了。我没有听过这个我第一次听到1件坏事4件好事，我只有听过有点类似的，但是写3件事，就是一个是你今天觉得感恩日记，对，好像是感恩日记，但我没听过要写坏事的，所以我有点好奇，就是他会要你写1件坏事，那个坏事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那我可能要去拿本书看看你要等我吗？可以啊，可以。好，你们等我，真的等我。好，你们等我。那我先跟大家聊聊天，太好了。对啊，因为今天是联动，所以刚刚就是有一些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立刻打到招呼。有没有人想要补打招呼的？可以现在喊一下哦。好啊，我们刚刚有谁没打到招呼？我看看啊。骷髅晚安，然后结婚阿曼欢迎你来，还有乐奇对不对？乐奇晚安啊。子昌，我跟子昌打到招呼吗？晚安。真的假的？好事用原子笔写，坏事用铅笔写，所以是写完要把它擦掉吗？是这样吗？我们的共通点真的是行动力吗？我觉得伊里的行动力也不差。我觉得其实蛮多 VTuber 都蛮有行动力的，就是因为很有行动力，才会跑出来开台跟大家就讲自己想讲的话吧。反正上一次记忆力很好反正上次火蛇也是上洗手间把来宾晾在台上。对，我想阿莹应该也记得这件事。好，等一下问他记不记得，我觉得他应该记得。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伊里有时候很拖嘛，其实我也是，我其实虽然很多时候让大家觉得我行动力很强啦，但是那是一阵子的，有时候就是觉得做了很多事之后，那个就能量就没了，所以就会变得拖拖拉拉。我也是有这种时候，只是这种时候不会特别跟你们讲，所以你们也不会知道。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应该又在忙，又在剪委托还是干嘛的？不一定。有时候就是能量用完了，或是就病倒了，就倒在那边当一个废人。对，也是有这种时候。对啊。然后那个。我们刚刚更换了置顶讯息，对，如果有喜欢我们狸猫阿莹的话，请记得从置顶讯息找他的频道，还没订阅的话就订阅一下。然后我发现今天还没有设那个意见调查，我是不是应该来意见调查一下？要来问什么？问大家晚餐吃了没有？晚餐，你今天晚餐？我换个问题好了，每次都问大家晚餐吃了没有，好像有点无聊。你今天吃甜食了吗？因为我不能吃，我要问大家有没有吃。今天吃甜食了吗？大家今天有没有吃甜食啊？假丁丁，不对，上次有人跟我讲假丁丁什么的，结果我自己忘记了。我自己忘记后半句是什么了，一定不是谁好心，因为还有别的版本。今天阿玲交稿给我还没回，拍谁？我今天其实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天。对，不过我有看那个，对，这是贵喝你，好像不是贵喝你，我记得还有别的版本，我又忘记了。对，我今天过了非常充实的一天了。大家如果刚刚有去听那个博胜那边上的我们的 cover 的话，那个我今天才剪好，对，他也是很有行动力，对，就是，Hello，我吹掉啊，你吹掉啊，
有人讲食甜甜找到好厝边，你是找到好厝边啊？无啦，你找到册啊吼。哎呀，全书名叫做《给容易不安的你：科学实证的36种解忧处方》，是庄思英燕写的。马上来找这本书。我等下把书名打在聊天室，让大家可以去找来看。没收钱，但是对，既然提到了，就算不快乐也要假笑。啊，有这样说吗？有，他其中一个方法是这样。我好像有看过，也是就是网络上影片也有讲到这一点，然后好像说是科学上就是你让自己做出微笑这个动作，你的身体就会觉得哦，你是不是很快乐，然后你就会快乐了。是。哦，这招你也试过吗？我好像应该试试看耶。好像该是。我有时候，我有时候自己会做一件我觉得有一点类似的事，但是可能也没有那么一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压力很大的事情做不完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跟自己说：“我可以，我做得完，我那么强，我一定轻松解决。”催眠自己。对，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啦，但是至少心情会好。是那叫什么？就是那种强者心态嘛，说。哎呀，经过了这么糟的事情，我都活下来，我真太厉害了，哈哈哈哈哈！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要就心态上可能会，我觉得心态真的会影响，就是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比较容易成功啦。虽然，对啊，应该是这样，没错。我看聊天室有人说是你先。它这个章节叫做睡前书写正向日记。正向日记的写法，在日记里写下一项当天发生的负面事件，以条列式的书写。在日记里写下4项当天发生的正面事件，一样是条列式书写。然后他说，这套方法提出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艾琳恩·福克斯，称作4件好事法。我就念到这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书来看，它是蛮新的书。我看他聊天室有人说，好事用原子笔写，坏事用铅笔写，但不一样，对不对？跟这个不一样。我是会分颜色来写啦。原来。这是看个人啊。你想全部用一种笔写也没差吧？你要全部用毛笔应该也可以。那是你的日记呢，你的小本本呢，自己决定的呵。嘿啊，你会使自己决定啦。原来，哇！我就觉得我们越来越有文学气息了。也还好吧，只是你上次我上次你好像上次逆图我在写字帖，是不是？好像是对啊，你那时候在写字就单纯觉得自己字很丑啊。我也知道我是觉得我字很丑，我知道我字很丑啊，但我都没有想要改变它。对，没有啦，只是那你先。没有啦，就看观众那个，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有效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多尝试都会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对啊，大家不要怕尝试啊，就勇敢的去试，真的。对啊，就是为了自己好啊，对不对？没错，而且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啊，这是别人没办法帮你做的。最后你去做，你才知道到底什么适合自己，什么自己讨厌啊。而且很多尝试可能也都没有成本，所以就免费的嘛，就试一下嘛，写字，或是对啊。但还是要有基本判断力啊，你们不要被骗钱啊，骗生命财产都好。对，真的要自己小心。这个最重要，这个最重要。还是要培养一下判断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不要被陈火蛇骗走了，好不好？被阿哲魅惑。这倒是，如果魅惑会给我钱的话，倒是可以被我魅惑，没关系。没有啦，只是讲到上次，然后刚好聊天室又有提到，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还闹我柯林的时候，我跑去厕所把你晾在台上？有吗？哇，他不记得，这种事一般都会记得吧？
我想起来，有，怎么了吗？哦，没有啊，你会恨我吗？干嘛恨你？恨我的话，现在也不在这。对呀、啊，对，我只是自己你有骗我的钱吗？不是没有，乱讲话了，没有啦。哦，所以没骗钱就没关系。哦，没有，我的雷点可多了。哦，好，我们题目好像有类似的题目。雷吗？原来是雷吧，不是梨吧？我记得我的题目里面也真的有问雷点的，看能不能一发就转中，好不好？哦，祝你一发入魂哦！我们试一下啊，没有呢，但是这个也好鸡汤哦。好鸡汤哎，换你先回答。哦，那我一定可以，我刚好很最近哦，最近一次为自己感到骄傲，就是那个刚8点的时候才首播的，在博胜的频道上的 cover。对，为什么是8点这个时间呢？因为其实我今天才剪完片，然后我给博胜，然后他就排首播了，我根本没有跟他讲好几点上，我就让他决定，然后他就排了8点，然后就好，那就8点。简介时间真的蛮尴尬的，哇，简介，好久没听到简介这个用法了。好了，你不要再讲了，他们会觉得自己很老哦。是这样吗？我以为是把那个丢回给他们，他们会觉得自己很老，哈哈。爸爸，哇，喜欢爸爸这个元素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喜欢，不然你们表现一下你们有多喜欢好了。你们喜欢阿颖当年下还是年上嘞？啊，所以你是可以配合大家，就是自己调整的，是不是？没有啊，我没有说要调整，我只是问问而已啊，我也不行啊。如果他们都喜欢年下，你就只能说，那我不是那我永远18岁啊，结果还是要赚他们钱，好，没办法了。最近一次为自己感到骄傲是因为什么？人类的正职工作录取了。不简单像我就还没有啦，我没有在找啦，对，我目前还是觉得我应该还可以撑着做这个频道，就没有找。可是我也觉得找工作好累啊。对啊，你是就是那种就是不是有那种说什么面试，然后就当下面试的人就很满意，就会马上跟你说明天就来，是到这种程度吗？没有当场录取哦，没有，就是他们是隔3天才打电话通知。啊，虽然这样比较正常。那时候我还在就是区公所办事情，然后在图书馆办公。哦啊，就突然就跟你说你录取了。突然就打电话，我还跑去问那个柜台小姐说：“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这里有比较可以那个讲电话的地方吗？”就很紧张。说那个楼梯间你可以去啦。哦，我以为是直接夺门而出。没有办法呢，因为人家不是第一楼。那没办法，那太危险了。就是怎样被家暴？不是吧？是这样吗？把门拆不是把门拆了的夺门而出，好烂哦！怎么在讲这种？哦，不过刚刚虽然我讲到那个什么隔天就来上班，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的话，其实也有点危险，就是代表他太缺人了。搞不好是死缺呢。真的我这样算偷臭吗？就是之前咖啡店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发现真的是很缺人呢，真的很缺人。那个工作也是啊。你们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每天喝咖啡然后被辞退吗？啊，对啊，我很想知道怎么可以这样？是怎样不能喝咖啡？就是因为那个早餐嘛，那时候好像是比较冷的时候在那边上班。哦。然后早餐的选择也不多，只有 7。然后我就会因为要提神，所以我就会那个。不是都有那种什么拿铁配早餐的那种组合价吗？会有优惠是不是？对对，然后我喝了就会喝了会想要去厕所。对因为我都这样，我很严重，我非常严重。
这才是真正的夺门而出。哦，好，不是什么意思？什么门？好，是你想歪哦，我没有。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的问题。然后这样一阵子之后，就是被主管约谈，然后就是，反正我那时候被辞退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开始找证的时候啦，就比较没差，但就是心情没啥好势啦。因为其实我跟那边同事都处得不错啊，这样被突然辞退，就觉得呀，果然贵公司有贵公司的问题呢。可是我觉得这还好哎，我觉得让员工去洗手间不是什么很过分的事哎。就说什么就是每天都上不行，就是说什么我去太久啊，还干嘛之类的，我就觉得干小事吧，我该做的事情还是有做啊，哈。不过我也确实觉得，就是一个工作，如果就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工作不太能继续做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上面的人关心的重点很奇怪的时候，就会觉得做不下去。我不是机器人欸。离开了可能也比较快乐，所以离开。对啊。因为像我待那边的时间真的没有很久，但也已经经历左边的那个包货的阿姨，就是好像自请离职，她是自愿离职的。她也待不下去了。对。就是好像是包货有出什么问题，然后他们叫他写10遍的检讨书。干嘛这样？写一次就好，写10遍要干嘛？没有意义啊。就没有意义。在处罚小学生。逃了也好啦，逃了也好，这个公司逃了也好。对，现在也不能这样对小学生，这可能会算体罚呢。怎么会这样？好，那就幸好逃了，太好了。就是来这边做 VTuber， 实在大家嘛真好，较欢喜吼。系啊。做 VTuber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头家啦，除非你是企业师，那另当别论。对，但至少我们不是，我们现在不是，企业师没在我被恭维，会有其他压力，真的。你有听到机车声吗？没有。那就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附近好像最近多了很多不良少年，所以那个很常会有那种很大声的机车出现，让我蛮困扰的。OK。好，没事。我们下一题吧。好啊，我们不要执着在那个能不能去上厕所。有人有听到，耳朵很好。那也是挺奇异的辞退理由，人家长照也不是愿意的啊，大家丢啊。对啊。而且我真的有跟主管好好解释然后他们就还是把我辞退啊，看来是已经找到下一个冤种了。好，再见。但是他们配不上你。真的。对，但是高攀不起。OK。好，换你先回答了。好，最荒唐的一次误会，结果自己想不到。我想一下，好啦，这个好像也还好，但我目前想得到的，我觉得很瞎的误会，就是这样还在咖啡厅的时候，就是我想一下从哪里没有，我在想有哪些资讯要先讲。好，就是那个我们咖啡厅做到就是最后2个人会负责收店，就是因为那个人力你多请一个人多1个小时，就是多1个小时的钱。所以呢，作为一个压榨者，不是啦，就是资方一定会想说，就是不需要那么多人的时候，就不要排那么多人。所以我们店要打烊的时候，是会只剩2个人的。然后剩下的2个人，其中1个是经理，因为他要负责点当天的，就是收银机的所有记录。那件事情是只有经理层级的人可以做，所以最后要关店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经理跟一个随便谁都可以啊。那个随便谁都可以就是我。好，我好像讲有点太快，希望大家跟得上。然后讲到哪里啊？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我跟一个经理一起打烊，然后那个经理是女生啊，我是男生，对，然后。因为每个月1次，我们店会请外面的清洁单位来，就是
清洁地板，就是非常大规模、认真的清洁地板。然后那时候那个清洁地板的厂商就有一个阿伯跟一个阿桑，然后那个阿桑就很啰嗦，很爱聊天，然后他就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就在那边问，然后那个我就觉得很瞎，对，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怎样，因为我们都各自有另一半，然后我们就觉得到底怎么会这样想，然后就很想冲去问阿桑说啊，你跟那个阿伯是不是一对？就想说不要随便抓2个人就这样问啦。你也遇过、哦，而且是跟亲戚超尴尬。哇，这也是很尴尬哎。这就大家不要乱问好不好？长一下脑、不是好凶哦，怎么会凶？多想一下。哎呦，你不是想当反派角色，而是你的主场来了。啊，反派就是要那种面带微笑啦，讲出来的话，就字面上都没有怎么样，但是就好像很有威胁性，不是要这个感觉才是反派吗？那你可能要先眯眯眼呢，或者是就是有那个反差感，戴个眼镜，然后脱下来，你什么时候有我没使用？太具体了，太具体了。不过确实不是都说那种眼镜角色把眼镜拿下来的瞬间，就是会很有张力嘛？哪一种张力就不一定。对呀、啊，对，可能表面张力。好。哇，你也是眼镜系的角色哎。对啊，你要看我脱眼镜吗？哦，你是可以脱眼镜的。可以啊。哇，你要加台词是不是？我不能动吗？哇，你眼镜粘住了，脱不掉。等一下啊、喔！哇，怎么样？什么感觉？你没有加台词哦。我想不到台词啊。好吧，那可以带回去了。不行，你这样讲，我反而要就是不戴眼镜，视力模糊一下。好，更看不到聊天室了，太好了。对。对啊，猫猫卡还说一男一女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被长辈误会啊。对啊，就长辈就是内建，就是先觉得大家都是异性恋。爱关心技能，然后就是爱乱嗑 CP。哇，你推说不一样的感觉啊，确实确实。喜欢我就多一点，哇，说傻逼死就傻逼死。你喜欢吗？喜欢要说。对，大家喜欢的话说一下，把它夸上天，快点让狸猫飞。第一次看到拿掉眼镜，反而好新鲜。第一次看到吗？会动的我好像不知道啊，那个伊里这样说啊。确实。可你如果伊火不是真的，那我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能相信什么了。你可以相信别的 CP， 随便你们凑。对啊，我都没有 CP， 什么时候我才有 CP 啊？你要哦。你要真的哦，你的愿望是被抓去凑 CP 是不是？男生应该比较困扰，我是还好。你是说被跟男生凑比较困扰吗？不是，我是说直男然后被凑 CP 应该比较困扰啊。我其实还好啦。你还好？对啊，我是那个叫什么？我是感觉拿掉眼镜以后，眼睛好像真更大了。这是我长最大。我刚刚不小心在看你的眉毛，我觉得我的眉毛好细哦。对啊，你的眉毛很细啊，细才会帅帅啊。是这样子吗？对啊，有这种事情。小时候有看一些漫画教学书嘛，男生就是要细细长长啊，然后女生的那个眉头的间距可以宽一点，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柔和。我是有看过类似的书，但是我对于那个眉头间距宽一点这一段，我就完全没有。有人在喊猫狸，不要这样，人家已经有老婆了，边界感还是要有的。猫狸，除非本人 OK。猫是谁？猫卡爱吧。
对啊，猫猫有老婆了，虽然我不知道他想要有几个，但是不对，不对。好，那就换我回答我的问题啊！你最荒唐的一次误会啊，就近景啊，就是我家这边的电梯在那个维修嘛，不是维修啦，换新的。哦。啊，不，电梯也塞走，所以我就是要爬到楼上，然后坐隔壁栋的电梯下去。然后就我们这边风景挺好的啦，就会拍照片传给朋友看。然后他就说：“风景好好看哦。”不对，你去天花板上面干嘛？因为我们家这边顶楼是没有护栏的。他很紧张是不是？这个误会真的有点大条。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要录风声给他听？你听风声，这是我8点档会用的，我不知道。对，好，救命哦！他说什么？这里风好大，好可怕。对啊，我觉得我的密声过不下去了，怎么办？不要这样玩朋友啦！不要这样。对啊，没有，我这有跟他好好解释啊。他这样讲，我也很紧张。为什么会？好，这真的是有点误会，有点大条。对啊，我倒是没遇过，我才说很荒唐啊。这个蛮荒唐的，这个。那我突然觉得我那个也还好。对呀。哇，有人说出了好渣的话哦，没关系啊，老婆今天不在。这是什么要那个偷吃会讲的话？猫猫卡爱说的吗？太恐怖，对他说的。我更爱你了。什么东西？你们在干嘛？这个要捡起来。好，对，我只是突然想到啦，就是又是咖啡店延伸的，这也是另一次被误会的。但这个我好像有讲过，但我觉得这个也还好，就是因为我是长发男，有些人看到长发就觉得是女生，所以要叫我的时候都会说小姐小姐，或是妹妹妹妹。然后我一开口，他们就会很紧张，说哦不好意思先生。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无所谓，但我觉得他们紧张的样子超好笑的。讲完了。那长发男我真的也有过误会。真的哦。就是坐捷运嘛，然后想说，旁边有一个帅 T 姐姐坐我旁边，然后转头稍微瞄一下，结果发现是长发男。不能看了，是这样子。你们真的很开心心的坐捷运了。有没有想偷看帅 T 姐姐？结果没有。对，再见了。我还是听我的音乐吧。好的。我们下一题啦，下一题。有人要打倒长发男，不要弄倒我。好，我又故意把话题变得奇奇怪怪，太好了，我们转到这个我自己很期待的问题。这个是阿莹加进去的问题。没错。应该有人期待神秘学相关的吧？听我讲的话。太好了。刚刚是你先回答，对不对？好像是那题。好，那我先回答，我2个都相信。讲完了。就是因为以前对，因为就是已经习惯到就是理所当然了。对，理所当然了，所以就是对，就是对。因为我自己相信的程度是，是到说，对，外星人就是真的存在，只是我们感知不到他们而已。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基本上很适合那个胆大党。对啊，他们一开始的问题就是这个啊，第一话就是出现这个就是问题啊，各自不相信其中一个。对。那会虽然我知道就是对你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相信，但是会不会有人问你，就是比如说问你相信的依据是什么之类的？我是比较低调啦，所以我也不喜欢一直被人家问，就是要解释浪费口舌，因为有的人很明显他就只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已。真的。那我干嘛花时间跟他解释？
不是，我以为是就是讲出那个就是依据之后，你就会被抓走之类的啊，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对。哦，我想一下，我的话，其实我也觉得。然后我相信有鬼，是因为真的就会渡丢啦，很烦啦。哦，你是感知得到的。对啊，会被阿公阿嬷催呢。啊，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是说你的阿公阿嬷，还是不一定是你的？还是这不能问？我很少被就是不是我们家族的人找，但是就是近几年去的时门要关的时阵，今年有一个不是我们家的人，然后好像前2年、2、3年都有祖先来找，就是有代志要催你，要跟你拜托安尼。对啊，因为我们这种体质的人，对他们来说就像灯塔。因为其他人感知不到。人家不是说托梦爱吉吗？啊，是哦。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啊，我是不清才可以这样做。对啊，才可以就有点像打国际电话那样子啊。哦，居然。嘿呀，然后我们这种就可能比较像它便宜的，比较容易接上，也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说啦。OK， 比较容易接上线就对了。你们观众会害怕听鬼故事吗？应该还好吧。我还好啊。他们的话害怕再说，害怕再说。就有一年就是赢爸赢妈都不在家，回南部，然后我自己在家，然后就在睡觉嘛。我就睡，然后那时候我还跟赢爸赢妈睡在一起，因为就是睡习惯了，然后那边也有一个我自己的床。我刚刚说了，就赢爸赢妈都不在。我睡前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黑色，就是全身黑的人影，只有2个眼睛。哦，就是黑白分明的眼睛粘在那边，然后在我妈躺的那个位置出现一下，就是躺在我旁边出现一下，然后就没了。好恐怖。对，幸好我就是胆子够大，我就是幸好我知道到底有没有恶意。哦，你还可以知道？我可以知道。哇哦，这个超出我的日常生活经验很多，所以对，哇哦。他应该是比较想听这么辛辣的吧？大家应该是想听啊。那我的答案很无聊因为我都没看过。你要被逼下去了，完蛋了。我这2种我都没看过啊。对，但我都相信哦。就我觉得宇宙这么大，世界这么大，宇宙这么宽，好像有这个歌词。好，就是我就觉得，就照理来说，宇宙这么大，人类有这么特别吗？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就是很常发现，不要太容易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对，就如果比如说你今天要当一个 VTuber， 不要随便自称你是第一个会用台语开台的 VTuber， 没有啦，你没有那么特别，有很多都是别人其实有做过，但是你刚好没机会看到，所以你不知道。所以我自己一直都觉得不能随便自称自己是唯一或是第一，所以我就觉得人类应该也不是那么唯一，就是全宇宙不可能只有这一个智慧的种族吧，不太可能。只是可能因为距离太远，或者是那个生命的形式差太多，所以感知不到。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就可能我们是比较低阶的物种，我们感知不到人家啊。这也有可能啊，代表他们不存在啊。或者我们其实住在宇宙偏乡啊，没有人要来理我们啊。或者是说我们看到他们的真实形态会发疯啊，像克苏鲁神话那样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对啊，就觉得。感觉相信也不是说，
觉得有没有？我觉得有的几率应该是明显比较大的，就觉得没有这个几率好。其他比较恐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啦。那真的。对啊，就之后再分享在离妖夜话啊，那个说图是欧拉夫爸爸，就是火蛇的爸爸画的。没错没错，这是新节目，大家应该好像蛮多人蛮期待的嘛。对啊，大家最期待我讲这些。要记得。第二名是骂倒女仆才。我上次只记得骂倒还有女仆哦。对啊，有女仆这个要素哦。让我还在想要怎么呈现一个女仆的感觉。虽然很无关，但是我前几天刚好也在想，因为那个我这礼拜有一个联动是那个台语道府家教要讲那个女仆咖啡厅用得到的台语，我就在研究女仆咖啡厅菜单，因为我自己平常不会去。然后我就发现女仆咖啡厅菜单会有那个女仆手作三明治，我想说为什么要强调手作啊？然后我就想通了，因为脚做的是另一个价格。讲完了，这有点哇，这有点有点超出大家的日常生活经验，也超出我的日常生活经验，对不起。现在时间到了吗？现在时间还没到会不会太早讲这个啊？天哪！脚做另一个价格一定是比较低价吧？我操！天哪！不是葡萄酒也是用脚踩出来的啊。对啦，只是可能是大叔的脚。对，应该是比较有力气，劳动阶级的大叔的脚。太好了。那对啊，我讲到哪？我讲到我相信的外星人。对啊，鬼的话我也相信，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就觉得很多，就觉得有遇过很多人，包含阿莹，当然也有其他人，就是有讲过之后，他们真的感知得到，然后又会有很多很具体的故事，就会觉得就应该是真的有。对。就这样，我相信都有，我都相信有。好，那我们来转下一题吗？对，我希望点到为止就好了，不然大家会太兴奋。对，要留到那个啦，之后要去看。怎么又是我的问题？对，因为我们那个，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可能会转完呢，有可能。行啊。好啊。换你先回答。好，宇宙有多大？这题对我来说好难哦。我知道宇宙形成的理论其实不止一种，然后有那个什么大爆炸理论哦，就是说，就是某一刻整个宇宙大爆炸了，然后就产生了空间跟时间，然后还一直在继续扩张，宇宙还在一直变大，但是到底有多大，其实我也不晓得，反正应该是很大吧。讲完了。换我回答，我觉得是我无法预知的大，是无限大。超出理解范围的大吗？对，超出理解范围的大。好像的确会觉得就是不知道，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你能观测到的宇宙就那么大，或是你这辈子能体验到的事情可能是有限的，所以好像不用太执着在宇宙实际上有多大，因为你体验不到的部分对你来说可能没有意义。对，而且我也看过很多太空恐怖的科幻片，我就宇宙真的有点恐怖还是算了。你喜欢太空恐怖吗？我蛮喜欢的，异形什么的。我觉得很多啊。我好像比较少看，但是有个山卓布拉克演的，我就很喜欢也是太空恐怖。对，就是他一个人极限求生的那一种。我觉得那种还有麦特戴蒙演的。我觉得那个孤独感可能很恐怖很恐怖啊，会把人逼疯我觉得太空恐怖。天哪！离屋降落，我的天哪！这不是我们的推吗？我们的推耶！哇！礼物，感谢礼物领降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礼物带大家来看另一个狸猫，还有一个宝箱，对，哇！我们刚
我们先来跟新来的观众打招呼好了。Hello， 暗龙晚安啊。然后聊天室朋友延续。那我们是不是趁机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那我先好了。我是阿慧，恁的网络好厝边。然后平常可能有一半的内容在讲台语，但另一半不是。现在是那个不一定是台语的那另一半。然后 River 晚安东，为什么我要东？然后还有李乌林晚安东，我又东好。你被我被同化了。对。好，换我。大家晚安，晚安东。我是来自战国时代的狸猫，我叫八番营，可以叫我阿莹哦。你今天不是特别把我的眼镜带回去好了，不然大家以为我都长这样。好，这是我的本体平常的状态。你今天不是特别练的台语版自我介绍吧？你要不要再练？不是再练一次，再表演一次啊 ？OK， 大家安东，我是为战国时代来的狸猫。福塔鲁，大家使叫我阿莹。欢迎阿莹。欢迎大家来看我甲花子。你讲一寡有诶无诶？对。太好了。我下一个外观就是火梨。要吗？谢谢你们喜欢梨东，怎么可能不喜欢？而且看你触逼，这是可以讲的吗？不晓得不要紧啦，没关系啦，我是会记恁的网络好触逼，你们全部都是触逼哦。对啊，在台湾的就是触逼啦。原来如此。好，我们讲到宇宙有多大？对啊，我也回答完了，要不要下一题？好，我们很有效率对啊。好，来。哇，这也是你提供的。请问你觉得死后有轮回吗？有啊，而且我记得。你记得？这是可以讲的吗？不可以讲啊。哦，不可以讲。你是到现在还记得？要留到我的节目讲。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是不能讲，天机不可泄露，结果是要到你的节目才能讲。对。好，这也是会之后也是会跟那个可能是恐怖故事是在同一个节目讲，是不是？对，但就是怎么讲啊？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执着于我前世是什么秦始皇，这个名好烦。不要太执着于我前世是什么我今生就怎样怎样。没有，你今生还有就是今生要面对苦难去对。居然是直接说苦难吗？不是应该说什么？你有这次的功课，居然是直接说苦难吗？我喜欢丑话讲前头啦。原来如此。对你就是你虽然可以有那些积累的东西，但是不是只有好的啊？比如说你可能前世是可能我不知道一个国王吧，就很懂得管理国家。但是可能你的性格就是很臭屁啊，就是那时候得罪很多人啊，然后这时候就是到今生来啊，可能就是要跟这些就是有过弯球的人，就是要做一些功课课题。丁世人小欠债这样子。嘿，对。哇，突然想到一个很唐突的补充，就是听说在台语的俗谚里面会说丁世人小欠债，然后嘞会说那个翁仔某是小欠债。就是说这辈子会变成夫妻是因为之前是仇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有情在这个说法。对，就有说就是带天命的人有，就是最难度的关是情节。这个我比较不懂，我只听过一点点。带天命就是可能一般人就是分手就分手了，但是。因为修行者他可以感受的层面更多，然后怎么讲？因为他们需要处理很多形而上就非物质的东西，所以他们
有的时候需要超脱这一切，过了这个情节才有办法，就是去度别人，先度自己，再度别人。对不起，我刚刚听到仙度就出现了仙度瑞拉，对不起。完了，狸猫疯了。还是你讲的笑话就是很太突然，戳我的点。哦，好，太好了，没有恨我，太好了。啊，我们还是拉回来，所以是要可能要超脱世俗的，那叫什么？儿女情长这样子哦。对哦，就是拉远了看呐。视野不一样就对了。对啊。可能人家说的用上帝视角看你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不要入戏太深。有点对我来说有点难想象，可能我还是个俗人。没关系，我也是俗狸猫。我看，快给我钱！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可以donate给我，谢谢。突然有了世俗的欲望，请给我世俗的钱，让我可以喝世俗的咖啡，谢谢。不是啊，我又不是入世修行的那个什么和尚，我当然要钱啊。普通狸。对呀，我又不是什么至圣先师还是什么的。没有，就是个狸猫而已，听起来超瞧不起的，怎么会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哦，隔壁的狸猫要那个咯。没有啦，他是我推耶，我怎么可能？哦，好哦。哦，完了，来给玩死了。好，那个，我还没回答。对，我觉得死后有轮回吗？其实我没有证据，但是我想要相信有。因为我觉得如果死后就没有东西了，什么都没有，听起来超恐怖的，所以我想要相信还有下辈子，就算记不得也没关系。我觉得是一种浪漫吧，应该算吧，或是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听起来超恐怖的，我没办法接受。对，我也不太能接受。对啊，就我这一生努力那么久啊，结果还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就。对啊，要么就是看是要让我投胎去体验别种生命，还是要独挡重来，还是要什么这一世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也可以。对啊，好多。对，好像不错那我是不是可以？如果可以带着现在的知识回去的话，好像蛮快。算了，不要做这种梦，不会有这种事。好，你跟伊里不是上次就讲过这个了吗？好像有。时间可以重来呀，叭叭叭。就先 all in 那个一些股票，对。有人是什么都没有派，有人相信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这样也很好啊。对我来说很难想象。被人记下来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个蛮有道理的耶。我也觉得，就是怎么说啊？不是这一次我要为了拿到火蛇的脚。这不是时候，突然给我来个搞笑，不要乱拿我的脚啦，是想怎样？把你拔落来！妈啦！虽然我好像可以拿到伊里的叶片，真是不公平。对啊，有时候觉得不知道，我看到那个被人记下来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意义，就好像觉得除了我自己体验到的事情之外，别人怎么理解我，或是别人因为我受到什么影响，好像也蛮重要的。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真的，就讲白一点，就算同阶只有三，其实很多。3其实你同时讲话就影响了3个人。对，然后像我们现在同阶多少？我们现在同阶，我现在看到是13啦，13也蛮多的。坐进一间教室的话，至少可以占掉前面1排2排了。其实你影响了很多人，就是你在网络上发文，就算你觉得只有什么20个人按赞，20个人很多，20个人其实很多。我觉得光是就是你这样1对1的跟朋友讲话，你就是有影响力了。真的，1对1其实就已经，或者是你只是对你的宠物讲话，他们其实也感觉得到你不要不相信。我都跟我的宠物讲没礼貌的话
哦，难怪他讨厌你。你看，可是我都说你的，我觉得他的大腿我都说是大鸡腿，我都说他的大鸡腿看起来很好吃。我没有吃，我没有吃，我没有吃。对，还有嘞，我想一下，没有啊，就是他早上晒太阳的时候，我都会说你是可颂哦。还有就是他无理取闹的时候都说凭什么啊，苹果派。好，没事，我都跟宠物讲烂笑话，难怪他讨厌我。他大概是被烂笑话弄得很烦吧。太好了，我解开我那个多年的疑惑，虽然也没有很多年，原来是这样。好，我要去讲更有品质的笑话了。我们要继续这个死后有轮回话题吗？下一题哈。好，下一题。想说如果有要补充，也可以再补充。但好像你也讲完了。对。好我们真的可以转完你最近有在看什么书吗？我最近看除了病以外，我什么都没有吗？是这个吗？我要看一下我的推特我好像有听过是一个蛮红的书啦，我在图书馆借的。哦，猫猫可爱，马上 Q， 太强了。等一下，除了病我一无所有，致无法被任何事物疗愈的你。好，我把书名也贴上来。是台湾人写的。他参与过孤味跟另外一个剧组的编剧之类的吧。狗鼻很好看我也蛮喜欢，也是看到哭，但我有点忘记细节了。他跟阿颖一样，也是有躁郁跟这个性创伤的这个身份在的。但是他很勇敢的出书了。哇，我觉得要自我揭露真的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对啊，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去正视这个问题啊。不然我之前就不会在推特上推那么辛苦了。有，我有看到你有在推特上就是也有讲到你自己的事。我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有亲身经历过，有的人就是可能就这样走了之类的。对啊，就是大家就是你们应该也不希望自己身边任何女性遭遇类似的事情。真的。像我也有遇过不敢讲的时候。对啊。这种事情，说我不知道，我其实没有很懂，所以我没办法讲太多。但是我至少在网络上就是会觉得有很多人对这种东西认知太不够了，然后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件真实存在的事。然后就是当有人提到任何类似的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就会有一些很嘻嘻哈哈或是很不当一回事的言论，甚至把它拿来当笑话。我觉得这真的假的？你这样不酷哦，老兄！超不酷，这已经是某种道德沦丧的程度这已经是2次伤害了 ，bro。对啊，这也是一种加害者，这真的是，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就是，对啊，就是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哇，这句真的是蛮有感觉的，对啊，喜欢在别人伤口上真的。大家多读书好不好？真的啦，真的是真的可以多读一点书，就是多懂一点需要懂的事情。因为你比较大尾，所以我就是来这边宣传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多那个。我在推特上宣传的那个组织叫暖暖 Sunshine， 它是第一个由性创伤的那个幸存者去成立发起的组织。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而且目前为止做出的成绩也很棒很棒。但是我也看到他们就是有面临到那个资金的问题啊。嘿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搜看。我找一下他的，
贴一下他的网址好了。麻烦你，谢谢。不会。然后关于这方面，我其实还有在看一本书，但是因为最近太忙了，又是太忙。创伤与复原，这是一本很老很经典的书，就是拿士兵的 PTSD 跟性创伤来对比。其实这两个症状跟会引发的创伤反应是相近的，但是大家面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导致性创伤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啦，我只能这样说。其实这样讲还蛮清楚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感觉到有这件事情。本非常经典，我还有看。你又突然激动了，刚突发2级，天啊！而且我记得近几年有在重版上市哦，我看的是出版的。对，我是收2手的，我也挺喜欢收2手书的啦，很便宜，收藏家。那也是便宜又环保啊。我想一下哦。他也有提到修复创伤好像把人当工具的问题。有，你是说那个弗洛伊德吗？还是谁？猫里有人在喊 CP， 你应该不介意齁？不介意啦，猫猫可爱不介意，我就还好。那很好，大家又有新东西可以刻。不行，不能当东西，是把人当工具。我也有拿来跟我的那个，是他推荐给我的嘛？反正他就对，是他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就是回诊的时候有找他那个分享，他就说那个弗洛伊德老扣扣了啦，要看这个啦。直接这样讲哦。对啊。哇，这个领域的书我就真的是蛮不熟的。对，多看。换你回答，最近在看什么书？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哦？我最近买了一本书，但是我想一下，我觉得这个很跳痛，对，听起来超世俗的。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快速致富》。不会啊，我觉得成年人才要读这种书。好世俗，而且它的书名听起来很像那种什么让你一夜起来就是用股票还是什么东西变富翁，但不是啦，对，它英文的书名叫什么 ？Millionaire Fast Lane 哦。对，它其实是英文的意思是那个富翁的快车道。对，它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要变得有钱。有不止一种方式，那大部分人用的方式，就简单来说，就是工作之后努力存钱，可能是一个也可以，但是会比较慢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要快的话，有更快的。对，但我还没开始看，我才刚买，我才刚看2页。对，他昨天才到货。对，但是他中文把它翻成快速致富，我就想说也没那么快，因为我家人我长辈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还马上跟我说，你不要乱投资哦，会赔很多钱。对，没有那么快啦，他的快速致富的快速好像是10年的意思，所以我想说来看一下怎么变有钱。记得有提到修复创伤是期望人恢复正常后可以继续上战场，继续工作，继续生产。对啊，因为这个社会就是期望你这个人不要当废物啊。讲白了就是这样啊。感觉我觉得也还是可以说是把人当工具，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一般的教育体制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会把大家训练成可以进入劳动市场的样子，让大家可以成为劳工。对，所以就确实我觉得资本主义就是有把人当工具，没错。不然怎么会叫人才嘞？对啊，人才啊，把你当材料啊，真的耶。不过有道理哦，就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可能目前的社会体制还是得让大家
贡献社会想要的价值，然后才会让你有饭吃。虽然有些人明显不用这样做也有饭吃，但是是另一个问题。对，关于理财，我觉得也可以好好聊一下。哦，可是我最近研究的也没有很多哎，你平常都怎么理财呢？没事，我们一起努力。好啊，好啊，好啊。理财哦，你想要聊理财？那你最近都怎么理财？对啊，应该研究股票哦，头好痛。哦，股票好难哦。对呀、啊。可是要先有钱才有办法玩股票啊。其实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平民狸猫吼，就是，要过得比较舒服，可能还是要靠被动收入，多增加一点被动收入。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你要就是记账当然是基本的吧，然后储蓄也是，然后订阅大家不要小看订阅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观的那个数字。订阅是指什么？任何订阅制的服务包含什么 Netflix？ 是，那个你也要就是把它算进去哦。要记账啊，记账你就会发现这件事啊，你就会知道你订阅。对啊，每个月 Adobe 都会跟我收钱，那个我的软体费。啊，这也是一笔费用。对，有在记账就会发现，哦，这真的很多，精打细算一些。确实。但如果是订阅那个你喜欢的 VTuber 的汇集的话，可以，因为你喜欢的 VTuber 拿到钱之后是可以就带来更优质的内容，然后让你的生活更有营养。尤其如果你是喜欢知识型 VTuber 的话，你就会获得更多知识，变得更厉害哦。所以可以订阅这个。OK， 订阅旁边绿色头发那个。谢谢。那个狸猫也要给他钱啦，也要给他钱，人家也要就是吃饭才能做优质内容。嘿呀，不然我可能毕业消失了哦。完了。那个对，是的，你要让他开一辈子的台。这边报名吗？杀猪盘是什么？杀猪盘是什么？是那个吗？被宰割的散户吗？是这样吗？啊，但我没在研究股票。不过我也确实一直都知道，就是要有被动收入才能过得比较舒服。但我做 V 做的太认真了，所以没有存到钱。我也是，所以我就是前面提到我要去工作。对啊，我还没去找工作，但如果我觉得不行了，我会去。我再撑一下，想说试一下看到底能从 YouTube 赚到多少钱了。边都订阅了，可以准备发家致富了吗？夸胡可以呀。那可能要看你订阅的这两边有没有都买房子啊，或者是没有。但他说准备啊，准备嘛，先准备。有些人准备蛮久的。慢慢来。好了，我们下一题啦。好，越讲越奇怪了，救命！对呀。好，你最近遇过最冲击的事是什么？上次谁先回答我都忘记了。我也忘记了。你先回答。我最近遇过最冲击的事是我最近才知道，那个大家有喝过麦香奶茶或是麦香红茶吗？它还有麦香绿茶。最冲击的事是，你们知道吗？麦香奶茶上面的图有一只牛，红茶绿茶没有。哇哦！我真的大受震撼耶！我以为它是同一张图换3个颜色，它居然有这种细节。我讲完了，我觉得超冲击。10元的吗？我不知道10元跟15元有没有差哎。对，然后哇，无性生殖。你是出芽生殖还是断裂生殖？你好，晚安，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初见安安，很冲击吧？有人在问号了，有人在怀疑自己了。对，我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一生又是个谎言，救命！哇，你怎么完全没有受到冲击的感觉？你觉得这还好啊？没有哈？就这样，对，讲完了。我冲击的方式就是。那你蛮快恢复冷静的。对，因为我在认真想说，我最近遇过最冲击的事情是，对，的事情，好，不然我再提供一个。我还有遇到填补了空白时间。对啊，反正我话很多没关系。
OK，就是最近那个，因为一些原因，就是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免费的运动课程，然后对，虽然免费完全不是重点，但是我要维持这个我很穷的形象。没有啦，我是真的很穷，然后是真的有得到免费课程，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去体验那个，不对，我第一次体验了很多东西，因为我都没来运动，但是我第一次体验了，我在想最冲击的是哪一个？最冲击的是空中瑜伽，好困难哦。就是空中瑜伽，就是它会有一块布，然后那块布可以支撑你的重量，然后就是老师会指导你一些动作，然后你会把自己弄到那块布上面，然后对，好恐怖，对我都不知道布可以这样把人撑起来，然后用那块布，你还可以得到一些很恐怖的伸展，对，然后我的柔软度很差，对，然后我发现那个有蛮多，就是有健身健到蛮厉害的人，就是虽然大家印象中，包含我自己的印象中，会觉得男生柔软度普遍比较差，但是好像说有特别就是肌肉练得不错的男生，有蛮多都柔软度蛮好的。对，这是我获得的新知识。然后就是那叫什么？我有朋友，我是没有体验过空中瑜伽，我有朋友是有那个证照的，师资证照。空中瑜伽的，所以他是就是教人，对他可以教人，好酷哦！不是太酷了，学会飞了没有？我没学会啊，我根本上不去，我上不去。一定要人家辅助。好，我想到我最近最冲击的事情是什么？哦，请说。哦，不是前阵子说哦，我好不容易考到那个嘛驾照啊，然后我考到驾照之前吧，就是他会给你，就是你没考过，他会给你补考吧。补课啦，讲错，补课，然后再让你考。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有分常考跟路考嘛。对。然后常考啊，就是上课前教练是跟我说，哦，明天这个时候2趟，好，然后我就去。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叫我重来，你知道吗？什么意思？重来到就是我们会去绕一圈再回那个家训班嘛。然后到时候要考的那个整趟绕一次。对对对，就是我跑完2趟咯，然后他叫我第3趟，我那时候就一边开一边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是怎样？然后开第3趟回去之后，他就说你再出去一次，我就好。然后第3趟出去，然后到那个大马路的时候，他突然叫我就是往前开左转，我想说哈，他就说带你去一个酷地方，我就好，我就开，啊，就他就带我开山路，哈？什么？不是你不是还没考到吗？是他开还是他带你开的意思是他开还是你开？我开，然后他坐副驾。可以这样哦？可以这样吗？我想说不行啦，但是他大概觉得这样我会比较 happy 吧，我不知道。那你有 happy 吗？我吓烂了。什么意思？还是他就直接给你体验一下酷刑，然后你就突然就会了，是这样吗？我下来之后，他说有没有觉得平面比较简单？还真的哦，可以这样哦。我就是直接当那个秋名山车神呢，台湾的秋名山车神，还没考到驾照，就把你抓去山路，天哪！但是讲到拓海啊，我最近很爱玩头文字 D 耶，我都机台的那一种。那个偶尔看到会玩一下，而且我是不踩刹车型。哇，你是真的是那叫什么赛车手？天哪！但是我都有赢啊，就还好。有赢就好，有赢就好。对呀，会赢哦，会赢哦。感觉阿赢很适合一张会赢哦的梗图，然后改成你的赢。我画画也是这个标签啊，会赢哦。但是有那张
图吗？好像没有。没有会赢哦。你说要学那个5条5画风，很想看好像不太吉利耶。啊，那不要好了，那不要好了，那不要好了。对啊，藤原填海。对啊，那个没有驾照就上山路，小心变藤原填海，太恐怖了。哦，这个很冲击耶啊！所以你真的这样下来之后，有觉得平面变简单了？我就好累哦，就是教练，你下次不要做傻事好不好？对啊，他会一起下去耶。对呀，也太信任我的那个技术了吧？他感觉你特别有天分，我不晓得。也不晓得啊，我们下一题吧。好，不过我确实也觉得开过山路之后，就会觉得平面比较简单了。虽然我是有驾照后才做这件事的。太好了，问到这一题了，就是一开始有提到的。你说你地雷很多嘛？刚你先讲对不对？换我先讲。好啊，地雷系狸猫部队。地雷系哦，不是这种地雷系。踩到就会马上绝交、无可挽回的那种。哦，就是人家在好好跟你讲啊，然后你就在那边觉得我们在那个你啊。哦，你是说觉得在针对你什么什么的，我就会很烦躁。这个还不到需要马上绝交，但我就会觉得说啊，这种人不用浪费时间跟你解释。那我们蛮像的。不然就是拿我的，就是比如说拿我的 PTSD 啊，或者拿我生病的事情来开玩笑，我就觉得不哭哦，老兄。这很冒犯耶。对啊，就谢谢你的指教，但是我们不用当朋友了，再见。这个真的无可挽回耶。哇，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吧，就是拿人家过去的伤痛或是不好的经验开玩笑，这个就是找死。我就是有遇过啊，就蛮嘻哈的，还有浪费我时间的啦。哦，浪费你时间，你是说比如说约了联动，然后晚了1小时才跟你说我睡过头这种？不是这种我就觉得好，你睡过头随便啊，真的哦？你说的浪费时间是哪一种？我指的浪费时间是，有点难形容哎。浪费，你说，就我花时间，结果你没有把我的就是心意，比如说我花时间开导你好了，还是怎么样？我说，你做怎么样可能会更好，或者怎么样？我花时间就是真的做出实际行动啊，比如说就是带你出去走走啊，或者是陪你去看医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你还进去继续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算了，好像可以顾好自己。可以懂。虽然我比较少直接在3次元做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也是就是我的情况可能比较像是有时候看到某些人做了一些不是很聪明的事，然后我知道我可以提供什么帮助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一些讯息、资讯，或者是就是真的传讯息、匿名讯息，或者是具名的讯息都有可能去跟他说，就是我觉得你这么做可能会发生一些你没有预期到的不好的效果。那我跟你分享一下，如果是我可能会怎么做。那有些人就是会直接不当一回事，或者是甚至就是把那个东西把起来就是咖喱豆豆啊，还是什么冰豆之类的。对啊，或是什么有时候委婉的给建议的时候，可能前半段就是会先说我觉得你这方面不错，然后后半段会说我觉得你改这样，就是你这部分可能改进一下会更好，然后可能就那个直接拿前半段给大家看说哇有人肯定我，然后后面都没有在看，我就想说靠腰嘞，也是会有这种时候就会觉得。还有一个雷点就是我对你好是给你方便，不是让你当随便。对，这种很可恶。对，就是靠，你以为你是谁？对啊，有时候就是会出于好意帮人。你会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请问一下。对，
有时候真的是出于好意去帮人家，但是人家好像就觉得你很便宜、很秀吼，很不重要吼。对啊，你把脚往我头上踩啊，那不好意思，我们不用了，我不需要你了，请离开我的宇宙。真的，哇，宇宙有多大？那他要跑很远，还是他要变成卡兹？好欸，确实啊，有些人就是没有在思考，那差不多。对，你赶快变成卡兹吧，变成石头，快点，去。伊里说有些明明就没很熟，就开始很随便啊，也是有也是有。哦，对，没边界感，应该是在说我没有啦。对啊，有时候对啊，就有些人装熟，然后他装熟的目的就是想要很随便的对待你，占你便宜。没错，就是要占你便宜，真的会想掐死他。以为人家都是笨蛋吗？对。有人说叫他付费，对啊，我有时候就想说，人家也没有付费叫我教育他，那我就不要教育他好了。就是成年人的社会只有筛选，没有教育。哇，太好了，真的，就是你就过滤一些适合当朋友的人就好了，不用改变人家，没关系，尊重他自己的命运，他自己选的。对，他自己选的，自己选的，给他选就给他选。是的，他会自己承受，不管是好还是坏，反正是他自己选的。那换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地雷或红线好了，虽然好像跟你的也蛮像的，我想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我请说，愿闻其详。好像也还好不知道我觉得刚好你讲到的对我来说也都是我很在意的，就是其中一个，你第一个讲的是好好跟人家讲，然后可能是就事论事，然后人家就擅自觉得你在针对他，我真的觉得这个超雷。就可能有一些人的思考方式会让我觉得很难沟通，我就会特别不想跟这种人深交。我说的很难沟通的思考方式，可能就是没办法接受就事论事，然后可能我否定他的某一个行为，他就觉得他整个人都被我否定了，他就觉得我要跟他 get 完戏，我就觉得不对耶，不对耶，对啊，随便举例啊，对啊，没事，你说。那其实我也会遇到，就是不能接受别人说法这件事情。但我的做法是，我会先跟他保持距离，让自己冷静一下，说，他这样子到底是，真的是我太那个，还是他太那个？我自己处理方式是这样。好，请继续。对啊，因为有时候可能自己也在气头上，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个好方法，就是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其实不需要那么激动，就即便是他的问题，你也不需要那么激动，对。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真的。身体伤身体啊，各位。最后这气死验不伤，就是气死没办法验伤哦，很亏哦，你没办法叫人家赔。真的。伤肝的，伤脑的。对，血管也不好啊。伤心的会伤心的。也伤肠胃的，好麻烦，还是不要生气好了。对呀，对啊，所以如果有些人就是会常常让你生气，你可以把他丢出你的朋友圈之外，可能对你的健康比较好，这是真的。对啊，就好像为难自己嘞。我想想还有什么地雷或红线？我觉得我应该气到全身坏掉。就是也是蛮擅长生气的嘛。直接发疯对身体好啊！对啊，的确有的时候真的是该适时的发疯一下。对啊，我觉得发怒就跟放屁一样就是如果就没有的话当然最好，但真的有的话把它放出来比憋着好。对啊，让人家知道你不是出来给人欺负的啦。对，这也是，就是你明明你觉得你是对的，那你就不要让他觉得你好欺负啊。对啊，他让你不好过，你也不要让他好过。对，我是复仇型人格。说复仇就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啊；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不好，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很合理耶。我觉得以德报怨有一点不合理，就是所以对你好的人你也对他好，但是对你不好的人你还对他好，我就觉得那这样不是对你好的人很不公平吗？对呀，就有点像别人赏你巴掌，然后你还笑嘻嘻的对他说谢谢。当然，如果你们是有那种癖好在玩，那没关系。但是通常情况，那不一样。
对，是的，是的，对。我想想，我刚好像有想到，我还有另一个地雷，但我突然想不起来。我想一下。哦，我觉得擅自觉得这个我好像之前有讲过，但我不介意再讲一次。我觉得擅自觉得别人很闲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对，就是因为虽然我有遇过，我今年就遇过，超靠背。我今天就遇过。你要分享吗？反正就是不是很重要，你先请吧。哦，好，就当然就是所谓什么叫隔行如隔山之类的，就是你没有从事别人的那个行业，你可能不知道那个行业做起来多累，但你擅自觉得别人很闲，然后就很理所当然的说啊，你不是很闲吗？就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对，就只是这样。对啊，应该要当做大家都很忙吧。就算他没有在工作，他可能还有别件对他人生很重要的事要做。对，就你不能随便觉得别人很闲，然后就想要别人花他的时间做你希望他做的事。就你给我自己做，对，不然你就是要有礼貌的问。对，我觉得，但对现实生活中就是蛮多人都会擅自觉得别人很闲，然后想要麻烦人家的。我觉得有礼貌的问都好说，但是你理所当然的说啊，你不是很闲吗？就真的是一个大地雷，真的会觉得完全就是不行。没错。暗讽的啦，不是像你这样明讲。哇，那也很过分。那种就更恶心人。对啊，好恶。就说我就在工作啊，不像你。这不行哎，这不行哎，这个也是我会直接绝交。有你直接靠背哦。对啊，就会觉得，那你来嘛，那你来做嘛。对啊，我问一个时间啊，有这么难哦？不是啊，你干嘛把气发泄到我身上？你以为你是谁？没欠你耶。哎呀，我强你呢哈。你大声声啦！我现在想跟他拍桌。做效果。对啦，其实平常没有这么凶，应该吧？应该没有。哦，原文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啊！用正直之道回报怨仇，所以正直之道，也就是说，你也不用你也不用刻意对他好嘛，他明明就没有对你好，对吧？那我觉得他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他，很公平啊。哎呀。对，就是我都会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如果你会这样对待别人的话，就代表你愿意被这样对待，所以对这样对待他就是对的。对，不然就要让他知道，他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他想要的。没错。好耶，下一题呗。那我们真的要转最后一题嘞，太好了。哇。好，虽然我还是看不到，因为字好小。我也是。哇，好硬哦！如果社会的安定需要你牺牲部分自由的话，你愿意吗？你先回答。我觉得那个自由还蛮难界定的，要看你说的部分自由是自由到什么程度，对吧？首先，就你一定会不能随便拿着枪到路上扫射路人，对，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算自由吗？可能不算啦，可能不算。对，那比较有可能会陷入讨论的，比如说有些国家是允许人民持有枪支的，有些国家不允许，那这个就会有争论了。像可以允许人民持有枪支的国家，也会有声音就是认为不可以，因为会造成一些治安风险。那这件事情就蛮难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会需要实务上就是法律专业的人，或是历史上的事件会让我们比较能找到答案，就是哪些事情可能应该被禁止，哪些事情可能不应该被禁止。像我有听说过，好像忘记哪一个国家了，大洋洲的某一个国家，好像是纽西兰还是澳洲，我想不起来，可能是纽西兰，就是有规定，就是从某一年开始，就是出生的人都不能买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出生的人都不会成为合法的吸烟者，然后就会让那个抽烟这件事情就是从那个国家消失。对，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感觉应该是纽西兰，好像是纽西兰哈，如果我没记错，我记得好像是。因为纽西兰也不能有蛇。蛇？就是你不可以带蛇进去纽西兰。哦，好酷哦！所以你就不可以进去哦？啊，没有啦，没有啦，我那个是装饰，那不是真的。对啊，对啊，就是如果某个国家就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生态或是领土，就是或是安全，就是禁止，就是让你没有这个带蛇进去的自由，那好像某种程度上就也是必要的。我记得是为了保育吧。哦，原来如此。对，所以愿意吗？我觉得没有侵犯到基本人权的话没有问题，但哪一些是基本人权，这个就要有一点专业素养才能回答。对，我好像没有很专业，但我觉得言论自由就有一些基本的吧，言论自由或是自己想要装扮成怎么样之类的自由，应该是显而易见是基本人权的。对啊，基本人权。那可以随便殴打别人，应该就不是一种基本人权。对啊，对，还有言语霸凌啊，这可能也不是一种基本人权。对，对啊，没错。对，我自己也觉得这题非常困难啦。对啊，这好难哦！你的题库果然是不简单呢。我自己都觉得太难了，其实我自己也答不太出来，但我还是放进去了，顺便给自己一个考验。对，哇，那可能要看我有没有想待在那个社会。哦，真的吗？如果那个社会的氛围你其实也不喜欢，你就会移居到其他地方。对呀，好像有道理耶，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耶。就有一些人可能就很常会说，觉得另外哪个国家比较好，那可以去。对，那也在气跨买啊，住看啊，到底有没有比较好？也不是在呛啦，就是真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某个地方的法律规定或是社会风气很适合你，你觉得它很棒，那你就应该过去试试看。对，这很合理。你都说赞了，那你就应该试试看。爱气跨买啦，对呀，世界那么大，没错，世界那么大，宇宙这么宽，硬要 Q 歌词，宇宙是无限大的，没错。倒过来的八字，跟我的头上这个一样，看到没？无限。你的脖子也有对。無限大な雪の後の，突然开始唱起歌，好突然！为什么最近我的台都变成唐突歌回？到底为什么？就你的这个气氛很适合 happy 一下 ，happy 好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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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好，天哪，这里变得越来越奇怪了，太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真的把每一题都讲完了？我们好强哦！对啊，我们效率一族很赞哎！然后刚好控时也非常精准，跟我们原本预估的2小时基本上就差不多，太好了。Butterfly， 对，你不是很喜欢猫吗？要不要听我学猫叫？啊，这么好，可以啊！我很喜欢猫吗？其实还好，但好，你可以学。我有养猫，但我没有很喜欢猫。就推特好像大家都觉得学得很像之类的，我的这个自我介绍其实也有学啦。好，这是特殊才艺就对了。对啊。好，你可以喝口水。好。自己提出来说要学，结果学的不像，就有点那个了。不可能吧？不可能吧？我完全相信你。好唐突，真的，我也觉得好唐突，太好了。好像被 Discord 消掉了一点，被消掉了一点。是声音太高吗？有可能，有可能。还是听不到啊！天哪！刚那个被完全消掉嘞。我哭了，你们去自我介绍看吧。你们只好去自我介绍看了。可恶，这个联动的时候无法实现，是不是？对啊。
这个不是命运使然，你们一定要去我的频道看。哇，这是那叫什么 Discord 不让你们听啊？对啊，你们得不到犯傻了 ，sorry。我们尽力了，我们尽力了。对，我们尽力了。啊，那就老老实实的，我有置顶连结，老老实实的去听阿颖的自我介绍就有咯。对，谢谢大家来看阿莹啊。那你还有什么？虽然刚刚你有提到就是你之后的节目，但你有想要再宣传什么吗？我之后在台中的哥布林小火锅有联名餐厅，时间会一直到明年的3月4号，就是我生日那天。欢迎大家参考一下啊，因为那个周边还没有到，所以这个开始时间还没有那个。啊，原来。对啊，但是我已经都跟那个老板谈好了，就是菜单也都公布在我的半周年直播里面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太酷了，太酷了。对呀。好诶，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可以啊，你可以啦。就我有看到，就是我一直都觉得那个做联名餐点超酷的，所以有机会我一定也想要有一个什么陈火蛇联名摩卡之类。对，我只想喝摩卡，我很久没有喝了。对，帮你调就有了啦。真的假的？这么燥啊？太燥了吧！拜托，爸爸狸猫哎。哦，是这样子。好，我刚刚也有讲到，那个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人脉很重要，真的。天哪，好厉害！我都不知道阿莹是画最会个当。这种时候就怎么样？社交恐怖分子很重要啊？不是啊，太恐怖了，是这样直接把我抓去就是跟老板聊天，是不是？恐怖了。今天时间也挺晚了，谢谢大家来看台。对，谢谢大家来。那大大帮我。那大家膜拜你了。好，所以你要宣传就是只有联名餐点的部分，对吗？还有我的周边那些也都有啦。对，因为就是我刚刚说了，我就找到正职工作之后，可能不会那么常开直播，但是我想要做比较深度的内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虽然频率会更新的频率会变慢，但是我希望做比较精致的内容。好诶，就是也是知识型的，就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知识型的主播。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节目叫超地囧玩吗？哦，超地囧玩。我就是有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就是来上节目。哦，超酷的耶！叫做今晚来离家。哦，好期待哦！这个感觉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耶。他就是来让大家看看各行各业不同的样子是怎么样。好，那大家就务必就是要订阅、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对呀，拜托你们了！我今年的愿望就是可以破500订啊。好诶，今年还有很多天，肯定有机会，肯定可以。对呀。好诶，那就请大家务必要去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那谢谢大家啦，东。感谢大家，也感谢阿莹今天来跟我聊天，然后也跟大家聊天。不会。那最后我就也稍微宣传一下，就是就是我跟博胜一起出了一支 cover， 然后是在博胜的频道可以看到，但是你从我的频道最下面的合作拍片也可以找到这支 cover， 所以如果还没听的话，等一下可以去听一下哦。就是台语填词版的命に嫌われている，对，还蛮赞的。好，我要宣传的就是蛮简单，就这件事情而已。耶！那再次感谢阿莹来。那不会，我们就让大家去休息，我们也去休息啦。大家较早困哦。对啊，较早困较有面。不要熬夜哦，会伤肝哦。会伤肝，我已经害啊，我哈。会伤肝，我会变胖胖哦。这我已经一大颗，对，